常为拼观光打算新建赛马场，并发展周边产业链。日前他受访时再度表示，香港马会主动关心高雄赛马，并称马会协助他们打造了一个需求表。没想到此举让香港马会2度打脸，发声明表示从未跟政府就他们发展的赛马计划进行讨论。对此，港星杜汶泽看不下去，在脸书上很呛。杜汶泽今天19日凌晨在脸书上转发香港媒体针对香港马会发声明的报道，写下3个字烦不烦，疑似很呛长。对此，不少网友直呼杜哥都看不下去了，丢脸丢到香港去，有够烦。韩决定杜汶泽就是农历7月的代言人了，整天吹嘘，吹出着高雄未来，香港人看得比高雄人清楚。46岁杜汶泽曾演出《头文字 D》《无间道》《低俗喜剧》等电影。2014年，他曾在脸书上多次发表支持太阳花学运的言论，引发大陆网友围攻。其后由他主演的电影也在大陆遭到集体抵制。